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一個人際關係技巧，叫做 Dear Man， 中文叫如你所願，係可以用嚟提出要求或者係勇敢拒絕其他人嘅。首先 D 係 describe， 描述情景，我哋可以試下用事實講清楚發生咗咩事。例如你話星期五會陪我食晚飯，但係你最後喺公司加班，但係就避免一嚟就講一啲自己嘅意見，例如係你又唔理我。因為咁樣，對方可能唔知你講緊邊件事，又或者咁樣會令對方覺得被攻擊，而拒絕同你溝通。第二係 E，express， 清楚表達你嘅感受。我哋可以試下用我開頭嘅字句，例如當你冇準時出現嘅時候，我覺得好失望同唔被重視。我哋千祈唔好假設對方知道我哋諗緊乜嘢，亦都唔好用一個反問或者冷嘲熱諷嘅方式去表達我哋嘅感受。例如係你估下，你覺得我會有咩感受啊？第三 A，assert， 勇敢要求或者勇敢拒絕，直接講你想要啲乜嘢。例如，如果你下次唔得閒，可唔可以早啲同我講？但係咧就唔好命令人，可以試下用問句嘅方式去表達我哋嘅要求。第四係 R，reinforce， 增強對方。我哋可以事先同對方講，如果對方做到我哋想做嘅嘢，會有啲乜嘢好處。例如，如果你早啲同我講，我會覺得被重視，亦都唔需要瘋狂咁揾你。跟住就係 M，mindful， 留心觀察。我哋要保持立場，唔好分心，將個焦點放喺目標上。如果對方有一啲嘅攻擊，我哋要忽視攻擊，就好似一部壞咗嘅收音機咁，一而再，再而三重複我哋嘅意見。例如，我依然希望可以及早接到你嘅電話。記住，當我哋重複嘅時候，我哋嘅語氣都係要維持喺溫和而又堅定嘅。第六係 appear confident， 表現自信。我哋要以自信嘅聲調同埋舉止態度去表達，亦都要有適當嘅眼神接觸，盡量呢唔好甩甩咳咳，太細聲，亦都唔好串嘴或者大叫。最尾就係 N，negotiate， 協商妥協。有需要嘅時候，我哋要學識取捨，提供問題嘅替代解決方案。例如，如果你冇辦法打電話話俾我聽，咁傳個信息俾我好冇？如果對方乜都拒絕嘅話，我哋可以試下將個問題轉俾對方。例如，咁你覺得我哋點算好呢？我唔願意俾人甩底，你覺得有咩方法可以試下？跟住我哋可以睇下點樣用 Dear Man 喺我哋日常生活度啊。第一個例子，我哋可以想象下喺學校嘅時候，你同其他同學仔做專題研習，有個同學仔就問你可唔可以做多幾個 slide， 但係你覺得好忙，所以你可以試下用 Dear Man。第一 D，describe， 描述事實，依家你要我做多幾個 slide。E，express， 表達感受，突然多咗幾個 slide 要做，我會覺得有啲忙，同埋可能都覺得有啲繁重。A，assert， 勇敢要求，我已經做好自己原先嗰部分啦，我唔希望再加重我嘅功課份量。R，reinforce， 獎勵，如果我唔使做嗰幾個 slide， 我會覺得比較公平，下次會更加願意同你分組，又或者我匯報嘅時候，我願意更加俾心機準備我嗰部分，令到我哋嘅 project 可能更加高分。如果佢話大家都好忙，揾唔到人做，要你做，你就可以試下 M，mindful， 留心目標，唔好俾佢扯開話題。A，appear confident， 繼續有自信咁樣去，我明白，但係我真係做咗我嗰部分啦，我唔想再加多啲嘅功課量。And，negotiate， 協商，如果你真係揾唔到人做，或者我哋可以睇下點樣將啲工作量平均咁分俾唔同嘅組員啦。我哋再嚟另一個屋企嘅例子啊！如果你媽咪成日喺你放學返嚟都叫你唔好攤喺度啦，快啲做功課，快啲溫書，你可以試下咁講：媽咪 D，describe， 描述事實。當我放學返嚟嘅時候，你叫我唔好再攤喺度，快啲做功課同埋溫書。E，express， 表達感受，我會有啲被催谷嘅感覺，甚至咧可能會有啲煩躁噶。A，assert， 勇敢要求，如果你可以俾我攤一陣，可能大概半個鐘到1個鐘頭之後先嚟叫我。R，reinforce， 獎勵，我會覺得你理解到我返學其實都已經好攰，我會少啲發脾氣，亦都會更加容易去聽你講嘢。但係如果媽咪話放學返嚟就應該要即刻溫書同埋做功課啦，你就要 M，mindful， 專注喺個目標度。
A，appear confident，好自信咁樣去重複。我明白你想我放學之後即刻做功課，但係我都係想休息一下先至開始。如果媽媽話你攤喺度，慢慢你就玩手機噶啦，到最後你攤好耐都唔做嘅，你可以試下 N，negotiate 協商。咁一係我哋定個時間啦，一係我哋放學返嚟頭嗰1個鐘可以俾我休息一下先，然後我再開始做功課。你話好唔好？同一時間你都唔好喺中間去到催我。你覺得點啊？當我哋學識用 Dear Man 表達自己嘅時候，雖然可能未必次次都會成功嘅，但係至少我哋會知道點樣去表達自己，而又唔傷害大家嘅感情。大家記得多啲練習啦。